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6，诗篇90篇13到14节安尼讲：耶和华要到第时呢？求你倒转，为着你的奴仆来回心。求你早起时，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，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。三角来祈祷，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伫世界创造以前就存在，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伫地的独一真上帝。主啊，你安伫穹苍，伫海面画地平线，迄时你已经伫遐。你伫空中布置云彩，甲海定界限，互海水袂搬过界，甲大地下地基。迄时你已经伫遐。主啊，这个拢是你的手所做成的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知所当行的路，互阮来归向你。主啊，要到第时呢？求你倒转，为着你的奴仆来回心。求你早起时，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，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